本港息口回落，私樓租金接連創新高，樓價指數連升3個月，市場普遍認為樓市已經接近見底，買家置業信心都回升，但點解總係不停聽到巨額蝕讓呢？我哋又應該點樣去解讀呢啲資訊呢？代理行一份研究報告顯示，歸納今年首8個月，全港已知上手買入價嘅二手私樓登記有15,871宗，帳面賺錢嘅只係得9,789宗，蝕錢嘅就多達5,996宗，佔比有38%。都表示10個買家有接近4個都要蝕住走。睇完呢份報告，你會唔會覺得業主賣樓要蝕讓，代表樓市未見底呢？或者我哋要先留意呢啲蝕讓嘅物業係幾時買入？抽出蝕讓單位5,996宗嚟研究一下，當中有3,725宗嘅買入年份係2018年之後，佔咗整體蝕讓貨源嘅2%。其中位於掃管笏，原名係恒大君龍灣，而家改咗名做提案，跌入咗蝕讓榜嘅榜首。期內19宗二手成交，平均蝕幅4.5%。緊隨其後係大圍嘅匯橋，期內7宗二手蝕讓，蝕幅4.1%。第3到第5宗依次序係上水高爾夫御苑、油塘希台同埋屯門裕海灣，平均蝕幅介乎3.7%到4%。位於提案以期3A 座中層 M 室，適用222尺嘅單位，新近以178萬賣出，平均呎價8,027蚊，比原本買入價437.5萬大幅低出5.9%，係最入肉嘅一個單位。而蝕得最多嘅業主，往往都係喺轉角市嘅時候高位入市，特別係同發展商打賭樓花升跌幅嘅一批。翻查資料，提案今年一共有11宗成交，跌幅多過50%，連同上述單位有4個成交嘅成交價都係平過200萬，而偏偏佢哋大部分嘅共通點都係業主破產之後，再由接管人將單位放售。所以除咗因為當日高追樓花要賣樓就要減價之外，都因為原發展商恒大財困，接管人彩福發展大幅劈價去清貨尾，藉以幫債權人盡快攞翻現金，都間接推使二手放盤嘅業主都要被迫減價，或者當業主宣布破產之後，佢哋嘅接管人都會跟住大市咁樣大幅劈價賣樓。從投資角度，可唔可以掌握到合適時機入市，會決定咗輸贏，甚至長遠嘅投資規劃。因為高位追入就難脫手，又或者面臨負資產，可能要抬錢先至可以賣樓，都局限咗資產升值嘅空間。反觀能夠執到平貨或者低水位一貨源嘅話，先能夠確保繼續有錢賺嘅空間。今年首8個月，漲幅最高嘅幾個屋苑係屯門嘅上南，呢個當日曾經賣到18,000幾蚊尺嘅屋苑，最終劈價4.5%去清貨尾，成功喺劈價嘅時候入貨嘅買家，嚟到今日轉手都有錢賺。當中嘅買家買入一個中層 A 室，實用270尺嘅單位，就以348.9萬賣出，比舊年以315.4萬嘅低級價帳面賺咗33.5萬離場。冇車路直達，一屋有10幾個消防裝置嘅半新盤上拍，當日一手樓唔使支付經紀佣金，釐印費又低見100蚊。發展商劈價全盤盡推嘅時候，當日冒險入貨嘅買家都成功沽貨獲利，成為賺幅第2多嘅屋苑。除咗全面撤辣之後，買咗樓任何時間都可以沽貨，所以純粹從投資角度出發，幾時叫做底位呢？就係一批識得掌握入貨時機同埋價位嘅買家，同埋掌握到賣樓時間嘅人，佢哋先成為咗呢一轉樓市最賺錢嘅贏家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就係咁多啦。如果中意睇呢個樓市短評、一二手簡到攻略同埋樓市深度調查報導，就記住訂閱我哋胡說樓市 YouTube 頻道，加埋隔離個鐘仔，同埋最住係 CLS。下次出片你就唔會錯過啦。今日先傾到呢度啦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Yahoo!